咱 APEC 峰会代表张忠谋人已经到美国。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仔载要面对面会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APEC 峰会11月15到17日举办，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伫咧旧金山时间15日起先见面会谈。预计因会讨论到人工智慧、人权，也有各国冲突的议题。在国际关系部分，除了当咧战争的以色列哈马斯、乌克兰罗西亚，咱台海局势嘛真受注目。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就事先表示，拜登会当面向习近平提出这台海和平稳定的愿景，而且因双方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军方的沟通管道，避免因为误会来引起冲突。另外，美国有官员表示，拜登会利用这边见面，呼吁中国莫干涉咱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今次专机会手抵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当地时间14到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会，期间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是习近平伫过6年了后亲身国访美国。美国高层的官员，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拢去机场接机。拜习会是按算15伫旧金山湾区费罗里中园举行，会针对全球性和美中双边议题，包括人权和台海议题等等，进行长4点钟的会谈。拜登伫发去旧金山的时阵强调，虽然中美双方伫真侪议题意见拢无同，美方无求和中国脱钩，即摆上重要的是重建两国正常的联络管道。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s a crisis, 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去年8月，迄当阵的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就切断和美国的军事联络。即摆拜习会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伫1年来第一摆面对面的会谈。虽然两个人去年11月伫印尼的巴厘岛会面，迄当阵的双边关系嘛较无遐紧张啊。但美军伫今年2月指控而且甲中国间谍加几下拍倒来了后，关系是搁一摆恶化。美方的官员就希望即摆会面会当减少双方的冲突，嘛向中国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但嘛表明。那中国有任何对台湾明年大选的干涉，美方会关注观察。伫美中的领导人到旧金山迄天的早起，中国民运人士就封锁等等，用飞行机扭开为因结束中共自由中国者用文字的超大型布条，飞过旧金山市区的空中。另外有几百示威者是做伙伫个领导人车队会经过的路顶，举标语含台湾含西藏的旗仔来抗议，但是嘛有人伫亚中国国旗伫欢迎习近平。公司新闻neu间编译。因那咱台湾参加 APEC 峰会代表张忠谋，今日人是已经到美国旧金山，驻美的代表萧美琴亲身甲接机。针对拜登甲习近平见面的话题，张忠谋是无回应。Welcome back to San Francisco. 驻美代表萧美琴迎接咱国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甲夫人张淑芬到美国旧金山，50多位当地侨胞也伫张忠谋所在饭店热情来欢迎。领袖代表来到旧金山，感觉怎么样？刚下飞机，谢谢哈。很期待吗？对着媒体提问，是毋是甲美国总统拜登伫 APEC 场边一对一来会面？张忠谋无回应。伫欢迎晚宴，张忠谋致辞时特别感谢萧美琴伫美国各种的安排。在这，谢谢他。其实他做的远不止。就今天欢迎我们，假如不是他各种的安排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快乐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到这来开会啊。当然，我们面临了还有好几天的这个会议，还有蛮多的辛苦。艰难的工作要做。张忠谋希望这摆 APEC 有真好成果。萧美琴是讲，今年 APEC 主题是为各方创造有韧性而且影响未来。甲总统蔡英文推动议题是真有相关，希望经由代表团的努力，和台湾甲国际接起来。相信在张领袖代表的带领之下，今年的 APEC 代表团能够再次的展现台湾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未来几天的会议，虽然大家会很辛苦，但是也会有非常丰富的收获。记者综合报道。
墨西哥有一个支持性别运动的法官，昨日是去互杀害。当地检调认为讲是这个受害者的正判下手的。不过家属是认为讲，这个法官伫在死之前就捌受到死亡威胁，所以讲怀疑这件案件是甲性别的仇恨犯罪有牵连。民众大喊口号，要求伸张正义。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8暗时有大批支持性别平权的民众行上街路抗议，因为当地就位选举法庭的法官，当时也是有名的性别运动人士巴埃娜，13日厝内底互人杀害，死亡时才38岁。点了提一支彩虹的盔线，做出真高水的表情的巴埃娜是墨西哥中部阿瓜斯卡连特斯州选举法庭的法官。也是拉丁美洲头一个担任司法职务的非议员性别人士。这礼拜一，巴埃娜被发现死伫厝内底，身躯有20个所在有刀伤，伊的伴侣也死伫边仔。检调初步排除有第三人涉入，怀疑巴埃娜是互伴侣杀害。不过家属拒绝接受这项讲法，因为巴埃娜在死前捌受到死亡的威胁。当地多元性别族群也批评调查真凊彩，行上街路要求检调彻查巴埃娜死亡，甚至牵涉性别因素的仇恨犯罪。El que se busque justicia con perspectiva de género, que ya no haya más homicidios de ningún tipo, es lo que... Es importante que nos demos cuenta que los discursos de odio no son libertad de expresión, que los discursos de odio cobran vidas. 阿瓜斯卡连特斯州政府是呼吁群众爱冷静，相信检调会调查清楚。虽然拉丁美洲近10年来伫婚姻平权方面得到真大进展，墨西哥所有州同性婚姻也已经合法化，但过社会对着性别多元族群依然有敌意，暴力威胁定然出现。敢若是2018年到2022年，当地就发生超过450件针对性少数族群的谋杀案，其中上电视看的受害者是跨性别人士。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日本求称大国商平拒绝天使队一年2000多万美金的合计报价，转做自由游园。有声讲目前有10队要争取加入，有机会拼5亿美金的合约。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北韩2018年签919军事协议。双方是袂当伫咧陆海空的缓冲区政策起诉。不过，这几年北韩是一直咧假代志，所以讲南韩就决定讲，若是北韩各有动作，就要暂停部分协议。英国《泰报》报道，罗西亚招募犯人参战，一个泰人权记者去互判刑的警察，因为自愿去战争得到特赦，受害者家属真不满。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众议院将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机关因为资金用了不得已来关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32岁女性天生就有2个子宫，即马这2个子宫是同时堕胎，这款几率是敢若5000万分之1。继续来关心加沙迄边的局势。加沙西法病院去互以色列指控讲，涂骹底有哈马斯的总部，所以就去互绑架密密麻麻。即阵加沙地区阁要进入雨季，这灾民的生活就愈来愈困难。若有真侪遗体无法度处理，恐惊阁会开始为团山白。14是加沙入冬了后头一个落雨天，雨水程度空湿了后，累积的营业，互空气变得较清气。不过雨季到位，加沙的人民煞是无啥欢喜。因为因避难大的布棚无法度制在透风落雨，伫雨季的時陣，隨時都有可能會崩起。The systems are not good enough to absorb and absorption and all the sewage and water management and all of this. So the streets would really flood. This is in a normal day. 雨季互加沙的民眾伫戰爭的生活是更較艱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當地因為啉的水環境惡化，無法漏下的情形，累計到達已經有3萬的病例，是平常時的15倍。因若雨季造成的積水，恐驚引發更較濟傳染病。因若加沙上大間的西法病院，內底有放120多具遺體，因為以色列也被批准會當落葬。伫淡濕佮無通風的天氣，病院的氣味是愈來愈歹味。The very bad smell there,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 有民眾報告以色列感受批准，就是伫病院附近，就直接把這遺體抬起來。
以色列甲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加沙的病院持续伫医疗物资严重欠缺的情形之下，13传出西法病院加护病房的5个患者，因为欠缺上述的设备，全不幸死亡。红眼病房的保温箱嘛因为断电，几下早产的红眼去互紧急转移。不过以色列并无暂停对病院的戒备。Hamas and PIJ members operate a command and control node from Al-Shifa Hospital in Gaza City. 以色列连续几日间空袭西法病院，15透早赛战车攻入去病院内底，要求内底哈马斯的成员都在投降。联合国预估，病院内底收留的病人甲民众可能超过1万人。都市要行动，互民众的困境是无比严峻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北韩这个月测试因的固体燃料火箭引擎是已经2届啊。这款引擎发射准备的时间点是一款中程的飞弹，这是对北韩向发动攻击真有利。北韩真早就掌握固态燃料火箭的技术，头一摆应用伫洲际弹道飞弹顶面，是伫2023年4月13试射的火箭18号。外电引用的北韩官方消息指出，11月这2摆测试的火箭引擎主要用伫射程伫3000到5500公里的中距离的飞弹。早期的长程飞弹拢使用液态燃料引擎，伫飞弹发射进前，由外部助力器液态推进这到火箭的燃料舱，互这个飞弹发射的准备时间也较长，也较会互敌国卫星侦测到。也若所有的固态燃料引擎发射时直接点火就用的。大速地发射准备的时间，较袂互敌国来侦测到，也提悬突出的效果。就伫北韩测试新型火箭引擎的同时，俄罗斯的天然资源甲生态环境部长科兹洛夫伫14到平壤来访问。这是9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甲俄罗斯总统普廷高峰会以来双方上悬层级的活动。西方国家最近间接指出，北韩将用上百万发的国型氢炮弹诱惑俄罗斯用伫乌克兰的战线，也若俄罗斯甲北韩是拢坚决的否认。不过，乌克兰这方面却是继续面对炮弹严重欠缺的情形。除了美国以外，英国、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拢支援数量不定的大炮予乌克兰。也若为着发动所有的大反攻，乌克兰这摆要求欧盟甲北约组织供应大量的炮弹予乌克兰军队。之前欧盟北讲要搁提供100万发的炮弹予乌克兰，但各国库存炮弹用的资源拢管出去啊，也是只有30万发。Die gesagt haben, Vorsicht, 1 Million ist leicht zu beschließen, das Geld ist da, aber die Produktion muss da sein. Die mahnenden Stimmen haben jetzt leider recht. Wir haben mit unseren Rahmenverträgen einen großen Teil beigetragen und werden das auch weiter tun. 不过，自头至尾前用讲的来支援的破坏三国是强调输人唔输阵。1 million rounds are symbolic. I think aspiration and ambition is important. 另外一大问题就是欧美国家因供应武器拢是北约组织的规格，也若乌克兰现有多数的前苏联制火炮规格无同，完全是无法使用。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